2014年，一家公益機構向朱敬祥发出了邀请，希望他用3个月的时间，以轻量化的方式为乡村的孩子们建一所童趣园。我们想在这些特別偏遠的山村的社區裡面去建一個像幼兒園一樣的學前教育的空間，並且設計師還需要考慮未來的社會現實。當鄉村兒童的數量減少時，這個空間如何能移動到其他地方並繼續使用？在這樣的需求下，房子輕巧靈活，建材運輸方便，是這次設計的關鍵。一個房子呢，本質上可以理解成是一個盒子，盒子呢是有6個面。同一組盒子呢，它既可以做牆，也可以做地板，也可以做屋面。盒子是最基礎的組織網絡，多面體，基礎的幾何，它無論是工匠的切削以及是拼裝，都會有章可循。為了讓格子屋更加穩固，需要將牆體增厚，但怎樣才能不增加牆體的自重？這是設計師要處理的一大難題。我們呢使用了一種空間的板式結構，它是由板片構成的，所以這個板像幾字形一樣的走來走去，凹凸有致。它雖然看上去很薄，但是它又有很大的體積，可是實際上它自重又很輕。更大的好處呢，就帶來了建造的快捷。它的加工極為簡單，把生產流程、總裝的流程壓縮到不能再減。像這種宜家的大型的安裝手冊，來方便工人在設計師不在場的情況下，他也能做很好的工作。每個地方的這種建造條件呢，非常非常有差別。有的地方呢，你甚至要走到最末端，還需要用一段的騾馬來做運輸。比較容易折疊的構件呢，給這種建造呢帶來很高的靈活性。童趣園呢，可以拆卸、重新回收，搬到另外一個地方呢再使用。除此之外，鄉村師資力量不足，設計師需要把玩樂屬性融入童趣園的空間設計中。我們在塑造這麼一個簡單空間的時候呢，發現它很簡單也很簡潔，它有無限的重複性，很像我們排列桌子的時候，通過比例的變化、圍合的變化，它就已經創造出無窮無盡的這個空間。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覺得非常重複的單一的資源，被加以觀察、加以組織、加以排列，創造出一種新的幾何秩序，在瞬間就會產生變化。